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佛告诉我们众生啊，佛法不能离开世间。那么我们世间就是佛法，佛法也在世间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内容，师父要帮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做人之道，为人的方法。我们有一句话叫为恶而磊落光明则谓之大恶，谓之大恶，就是说你这个做坏事情，但是你光明磊落，你觉得落落大方的，好像你都不怕不畏惧不担忧，你就做的好像理所当然。这种为恶还有这种错误的心态，我们叫做大恶。这个人你看不懂得善恶分辨啊，好跟坏他不懂得分别，所以啊这种做坏啊，而且很大胆的去做，这叫做大恶。为善而怯懦不前，则谓之小善。我们做善事，但是他却是好像畏畏缩缩的，很害怕，不敢勇敢的向前。那么做起来好像有一点担忧受怕的样子。这种情况去做善事，不是要好好的去做，他偏偏反而不敢很勇敢的去向前。这样我们就叫做小善，小小的善。大善，因为这个好事情应该好好的去做，他偏偏都不敢好好的那个壮大的胆子，好好去处理、去面对、去推动，所以我们就叫做小善。这是世间法，希望大家呢作恶，我们有些人呢都会躲躲藏藏的，我们才叫做小恶。那么善呢，我们如果大大方方的好好的给人家知道，让大家都了解说这个是对的，这是正确的，那么才叫做大善。所以不要唯唯诺诺的，很害怕很担心，这是不对的。希望我们大家尽量的，希望鼓励大家，为善是最快乐的事情，为善是最快乐的事情。为善啊会天降奇祥，会增长福报啊，会增长福报，而且可以改变我们人生的命运啊！善有善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希望大家互相鼓励，感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